组长，怎么了？李玉忠被一群校外的人堵在宿舍了。走。大头哥，你就是李玉忠？对，就是他，给我抓起来，往死里打！李忠被人打了，现在这是有什么用？快去找老师，快呀！等等，大人有大量，你放我吧，我错了。放你也行，把你上次那老师给我叫过来。他们还敢耍花样？既然你这么仗义，大头，你来。你行不行？不行你来。哎，你没事，出去。飞哥，他就是李玉忠老师。是我。谁啊？我们光头党的。哦，光头党，光头党厉害，找事儿赶到学校来了，别怪金不客气。学校不是你们来撒野地方，知不知道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李玉忠的班主任。李玉忠，对待流氓呢，就应该比他们更流氓，明不明白？赖老师没事吧？没事，散了。快点。你说你们啊，比赛打输了，打架又打不过人家，你知不知道？现在咱们高三一班和我莫永泰在学校里边成笑话了，都已经。老师，对不起。这个恶气还想不想说了？想。那一会见着邱主任，知道说什么吗？明白了。来，老师，这个。疼不疼？不疼啊。疼不疼？疼。行。进来。邱主任，我们想了很久，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，所以想过来跟您承认错误。承认错误？是这样，本来以我们班的实力，打赢高二班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他们班说愿意给我们5000块钱，让我们放水输教比赛，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行，如果再没一点成绩的话，学校就要把他们班解散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为了5000块钱，竟然故意输掉比赛？邱主任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但是那5000块钱我们最后也没有拿到，我们回头去找他们要，他们不但不给，还叫廖老师把我们打了一顿。您看，我都伤成这样了。胡闹！这个高二二班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主任，廖学兵把黑社会引到咱们学校里来了。怎么又是这个廖学兵啊？主任，现在真的不是生气的时候。廖学兵和那帮黑社会在学生宿舍打起来了，咱得赶紧过去看看去，别出了什么大事儿。走。人呢？刚才还都在这儿呢啊！小点声，香雪在里边呢。
廖学兵啊，我看你这回怎么给我解释？别在我这儿抽烟。廖老师，你能不能和我说实话？你到底带他干嘛去了？什么也没干呀，我就骑车啊，碰到他了，我就带他一程，一高兴刹把摔成这样了。你骗傻子呢？啊，骑个电动车能摔成这样？怎么不能摔成这样？得让小白给你摔一个。去，受伤了还瞎皮。哎，你完事没有？完事不会，该我了。该，特别该。小心点啊！校长，邱主任，我找你反映一些情况。你说，那个廖学兵花钱让高3一班故意输球，这样他们就赢得了篮球联赛的冠军。之后不但不给钱，而且把高3一班那些同学打伤了。有这种事儿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校长，廖学兵干的可不止这些，还有更过分的呢。校长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，你不能再姑息纵容了，必须严肃处理啊！哎，廖老师，你是不是在江湖上有什么绰号？像那个飞天蝙蝠柯震恶，还有那个神雕大侠杨过之类的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哪有什么绰号？我是老师，老师你明不明白啊？以后你别再给我扯这些了。廖老师，都到这份上了，您还不承认啊？您就把那两招教教我呗。我拜托你每天脑袋里在想什么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人只要积极上进，宽厚待人，就会获得尊敬，不一定只要靠拳头的，你明不明白？您这话糊弄周恩还差不多。你想，要是有人再过来打我，总不能跟他说我很自信吧？廖老师，那我会被打死的。没事，谁会来打你啊？今天不就有人过来打我吗？我明白了，你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你就是为了告诉我，你怕别人来找你麻烦是吧？你放心吧，只要学校里有我在，没有人动得了你。至于学功夫的事儿嘛，只要你期中考试每门成绩获得及格，我会考虑教你2招。真的，一言为定。哎，老师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校长到处找你呢。校长找我什么事儿？具体我也不清楚，但好像是邱主任和宋老师跑他那儿告你状呢。怎么了？没事吧你？没事。廖老师想的准不准？小事儿，我处理过。他人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刚刚被校长叫走。校长找我。廖老师，邱主任他们过来反映了一些情况，我希望您能解释一下。廖学兵，你这样的，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们宿舍是怎么情况，好不好？我刚才去你们宿舍检查过了，就你们那个房门呢，已经锁坏了，我进去看过，地上全是血啊。对了，我有照片，好吧，让你看一下怎么回事。来，你自己看是怎么回事情。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，你要是解释不清楚，我立刻报警。怎么关键时刻总是有这个邱主任呢？校长，这件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。在早晨呢，有一帮小混混冲进了李玉忠的宿舍，去向他劫钱，结果被李玉忠给赶跑了。之后呢，小混混不肯善罢甘休，又找来一帮大混混，结果被我给赶走了。在这中间呢，可能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，不过校长请放心，这些一切呢都已经圆满的解决好了。廖学兵，你这讲童话故事呢？你这分明是招惹黑社会到我们学校里来，然后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。邱主任，我说的是事实，好吧？廖老师，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？好了，邱主任，这件事儿把李玉忠叫来就明了了。司老师，麻烦你了。好的。李玉忠，跟我来一下。
会长，请坐。哎，对，来，会长，请坐。我是为我女儿慕容兰洛的事儿来的。您女儿？廖老师，慕容兰洛是你班的学生吧？啊，没错，我是慕容兰洛的班主任。你就是廖学兵啊？我是慕容兰洛的妈妈，也是郁金香高中家长委员会的会长。我想请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女儿会住在你家里？廖老师，这是……啊，没错，慕容兰洛是住在我家。校长，您都听到了吧？这个廖学兵可不光是招惹黑社会，他还勾引班上的女同学，这简直是有悖作为一个老师最基本的道德水准。廖学兵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？主任啊，我说的全部都是事实啊。校长，这是郁金香中学吗？这是另一个学生的事情，还没有调查清楚呢。真是不敢想象，我现在开始怀疑咱们学校的管理。廖老师，作为一名高中老师，出现了这种事儿，你是不是应该先把学生送回家？你怎么能让他住在你自己的家里呢？那本来呢，这件事情我是想先请问一下您的。他离家出走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你简直是强词夺理。校长，李玉忠来了。李玉忠，你把今天的事情说清楚，要说实话。啊，对，校长，是今天早上我上学被一个小流氓打劫，后来我把他打了，接着他找了一群人去我宿舍砸了我的东西，还把我打成这样。是廖老师救的我。邱主任，看来这件事儿没有那么简单，等把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做决定吧。哎，对，校长你说的非常正确，这件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啊，而且它另有蹊跷啊。校长说的对，这件事现在下结论的确为时过早。不过呢，我以郁金香高中家长委员会会长的身份，要求近期召开董事会，对这几件事情要彻底调查。我现在对廖老师的品行和能力严重表示怀疑。会长，我们会对每一个学生和家长负责，也会对老师负责。我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些时间，等事情调查清楚之后，我会召开校董会，到时候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希望如此。不过我要求，在廖老师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要暂停他的一切职务。我觉得任何一个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这样一个老师待在一起。不好了！你慌什么呀？慢点说。廖老师被停课了。你就是何鑫？啊，是。来吧。何鑫，你说吧。校长，我知道这事儿我们做的不对，不过他们班也挺过分的，开始说给我们5000块钱让我们放水输掉比赛，然后不但不给我们钱，还叫廖老师打我们一顿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是真的吗？现在离董事会召开还有段时间，咱们必须抓住这段时间，想出个办法才行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想让廖老师留下来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老办法。只要让学校知道只有廖老师一个人能教咱们，廖老师自然就不会走了。行，也没更好的办法，咱们就只能这样。如果你爱我的自己
你怎么打算的呀？孩子们怎么样了？我想你应该能想象得到吧？没有老师愿意进这个班的教室的。我已经都被停职了，我能做什么？是，学校是能停了你的职，但是你能停止得了去关心这些孩子们吗？他们之所以这么闹，就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，只有你廖学兵才能管得住他们。我觉得这时候你应该为了他们站出来了，因为如果再这么闹下去的话，结果只有一个。校董会上如果超过半数的人同意，高二班会立马解散的。一部分人被安插到其他班，但是更多的同学就只能回家了。